继续来看，疫情指挥中心伫2天前亲身来教民众安怎用电锅来打吹喙暗，安怎来吓喙暗。结果网络马上出现一张的图组，经体着食药署2个月前无赞成吓喙暗，2个月后会常常来解喙，就是为着要叫民众欠欠用喙暗，甲解出来的喙暗寄付去别个国家。但是事实都毋是安尼哦。来看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请部长把口罩放，对，是，好，要盖上。摕电锅收发打吹喙暗，要教喙暗中好使用杀骨的方法，但尚未到4月初5示范。煞被人做成相倾图，电面写这是2月中旬打吹喙暗恐惊会破坏结果，影响防护。下面写是今仔日，网友写你 OK， 我先真脑残了，当作人民是白痴。也个有不少人针对这张图表示讲，安尼才有向美国、英国进贡喙暗的正当性啊，因为喙暗南的外观。 但实际上，找顶岛这场记者会时间是2月初4，下晡2点的场次，当时是由署长吴秀梅，到手边所在是周志和后面的手机老师穿同款是乌衫，确定是同场处记者会。但是会上是署长完全无讲到打吹喙暗的问题，这张图根本是乌白乱写而起的。 高2月份，食药署曾经有针对打吹喙暗表示，高温航道有可能破坏喙暗，结果无建议。食药署表示当时无经过实验，所以无法度背书。但是3月下旬，食药署已经有透过实验。热空气传导，然后把上面可能附着的一些微生物，包括细菌或病毒，把它经过那个高温，然后杀菌消毒清除掉。那就这样的报告，他们再去重新做过验证，好，所以验证完之后。 他们才愿意来说这个是有效，而且是能够做的一件事情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，喙暗产能已经提升，并不是喙暗无够，才教民众安怎打吹喙暗，嘛并不是讲关键喙暗予其他的国家，才要解决民众吹喙暗，那被网络无实的言论误导去。